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又是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布林地是案件5个当前有2个可能就要换官，另外有专家认为讲这米加昆生大部分是亚质发酵所引起，建议就要改名称。台北市有连锁的素食店甲食甲饱的餐厅，民众去用餐了开始走访，目前卫生局已经去查，针对环境问题要求限期改善。中国无人机走去金门2岛，咱的官兵说是无度处理，副国政无进动，日头插白的讲法，也讲要追究金风暴的责任。讲到台北市宝林地设的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政府今仔日有找保险公司来了解，确认这理赔范围有包含着宝林地设案件，上悬会当赔4000万。也因为宝林其他3间分店的保险拢过期啊，市政府也另外搁再罚业者100万。也讲到这引起中毒事件的实在，卫生局也当咧追查对越南进口的分羹粉有掌握到13间的业者。也讲到这5例当中呢。卫福部的处长王炳胜是表示，其中有2个人苦如爱换官，没有缴保费，保单注销这件事情会再重罚共100万元。宝林地设中毒案，另外查出3间分店保险共款时后，台北市府个办法，A13店保险理赔普遍局初一约谈，新安东亚海上产险大时代公司。原百 S3宝林茶室有包含在台湾大时代所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附加食品中毒保险条款之承保范围内，本案大概保险的额度又会再增加。先当家声明，保单就食品中毒责任约定上悬赔限价是4000万。宝林热货店2例老舍因为保单被注销，市府承认手段上向家今年开发，卫生局继续对证了其中分羹粉为越南进口，并且13间下边业者调查，市府会将3月24、25采到的4件生物甲环境样本，请台大法医所协助检验。一个是厨师的手部样本，在24号采样的哈，还有一个是这个砧板的环境样本哈，还有25号采的2个刀具的样本哈。拜托台大医院这边哈，所长能够帮我们做检验哈，来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毒素哈。宝林 A13项目前全台通报29例，其中新北增加1例。涉事女性伫3月1日捌到宝林 A13店食炒几啊条，最现头壳听老舍想要吐，已经等于休困。因为全台也有5例同情伫家护病房，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有2位考虑换肝。这4位肝脏的损害都非常厉害，那甚至有2位可能考虑要换肝。张官员表示，4个动静拢出现严重肝衰竭，有志功能用要无去，会向法医研究所提到2例死者病理资料，评估协助是不是换肝。另外，10岁查甫囡仔被验出体内有米加菌酸毒素，深受病危。伊先前国际案例罕见，医学报告也少，目前无法度预测，今年较早发现，较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宝林地设的食物中毒案件验出米加昆酸，引起民众惊惊。真侪民众拢认为讲，这米做的物件暂时拢卖食，要店家主动无卖鸡仔条这类的产品。但是有专家认为讲，这米加昆酸主要是亚质发酵所引起的，应该爱改名称。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今表示，会召开专家会议，大家讨论看卖敢要改名无。台北市万霸信义店宝林地设食物中毒案，造成2死，超过30人身体无损坏，有几位患者体内验出米汞昆酸，互外界认为是这摆食物中毒的凶手。对此，来自马来西亚的前台教授黄正雄认为，应该将米汞昆酸改名叫做亚汞昆酸较正确。椰浆饭，这还有加这个椰浆去煮的椰浆饭很好吃，可是很容易食物中毒。这一个会发酵出这一个毒素的细菌。都是跟椰子有关，所以我认为说比较适合的译名应该叫椰酵菌素，
进酸，然后这个可能会比较贴切。因为美港昆生是国内头一摆检出，卫福部长王必胜表示，美港昆生会产生有3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糖厂部珀克斯菌是真特别细菌，佮爱特定亚种是属于土壤细菌，也佮毒性真强。第二是钙质一般是淀粉亚制等。第三是温度介伫22至33度的中性环境，佮食物本身有发光的情形，爱符合以上3个要件才会产生美港昆生。目前锁定参与贩卖淀粉的几啊条，是美港昆生上可能的来源。为了避免污名化美食品，会讨论概念。毒素的名称一开始就有一个米啊，所以就很容易让人家误解。然后我想，是不是未来我们在更名的时候也列入这个考虑？那我想这次跟米食的关系是比较小一点。王必胜强调，糖厂埔珀克斯菌伫台湾是少看的，所以无排除是较接的国际同年之下，经费大入来，目前已经针对保林地色的厨房环境进行采样，后手进行细菌培养，以确认敢会当培养出糖厂埔珀克斯菌上近2礼拜来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搁再传出可能是食物中毒案件，有4个民众顶9月28去连锁的素食店用餐了后，煞有2个人开始走白，起疹冒出红粒啊。另外，也有6位民众呢去一间食较饱的自助餐餐厅，其中3个人也出现走白问题。这卫生局去稽查了后，素食店的环境有4项缺失，已经复查合计了。宝林地色案引起社会重视，食安问题。不过台北市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案件，有4个民众3月28去台北市中山区一间连锁素食店用餐，其中2个人食三文鱼、葱仔鱼加米寿汤了后，因为落下顶就医急诊，包括砧板，还有生食刀具，以及现场工作人员手部的生物基证进行采样。同时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4项缺失，也即刻命其限期改善。当事人已经转厝休困，台北市卫生局前往稽查时阵，现场已经无共批食材，不过现场查出的煮饭机、冰淇淋机、垃圾4项缺失，要伫3月31限期改善。目前卫生局也未公布复检结果。另外一件好亲像食物中毒案件是一间高级自助餐厅，有6个民众顶个月30中昼去用餐，结束了后有3个人就医急诊，镜头是吐甲流。炒锅区块上方不洁，蒸箱不洁，借其复查如仍未改善，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尽量在家里吃吧。或者尽量买食材回去做饭，尽量不要在外面吃哦。比较热门店家他们的食材的更新率是会比较好的，对，那基本上还是要去，去看他们的评价。食安问题真多，连带影响民众用餐的信心。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自助餐厅要伫4月28前完成改善，若无会依法处罚。呼吁民众若是发生好亲像食物中毒，要赶紧就医，让医生协助采样，向卫生单位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无人机进前走去金门二打岛的天顶，官兵说拢无法度处理。金防部是讲，这一头插目是无法度去甲因攻击，但是这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无法度认同这款的讲法，认为是训练不足，要追究金防部责任。另外，这中科院生产国造飞弹厂商防疫说表出讲，甲中国买原料，防解约停款3年。不过，立委搁在亚讲，含防疫有牵连的永冠，也有九鼎公司，因拢也搁伫咧冒国军的标案。中国做的大疆无人机伫3月29号头白日飞入金门2打岛的天顶，翕营区的活动。官兵本来要搬运弹药，伫发现无人机的时阵四散离开，无反应的作为。金防部理由是无人机拄啊伫日头卡正插目，官兵无法度随看到。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无法度认同。因为我们定出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对，所以说我也彻底检讨，严格讲起来就是训练不足。对，我们会去强化。金马离岛部队已经配发干扰前，国防部嘛改变第一个要件，无人机若超过就要反制。根据立委统计，最近2年至少6架中国无人机侵扰咱离岛。柯国正讲，部队训练不足，会持续加强。国防部用2400亿进行海空战力的提升，生产各种制造飞弹。进前发现厂商防疫购买中国製飞彈原料，予中科院移送法办解约停款3年。防疫负责人陈永培名下的永冠公司有亲属关系的九鼎公司，还佫伫承担国防部标案，予立委逼空。国防部相关的采购人员，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同一家公司。你看里面有多少？有好几家，根本就是
陈永培同样一个的负责人，难道国防部其他单位都不知道吗？我们都有请那个中科院把这些黑名单要提供给我们。是以后才要做，还是过去本来就应该做，但却没有做呢？过去没有，但是我们会落实。国防部证实，延关纠正目前申报10外的案件会有精进作为，若是审计部认定中科院无落实进口资讯查证采购机制，发生厂商变造文件甲货品交汇才会缺失，国防部回应会指示中科院甲不良厂商列做污名单进行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后生当咧国安局者透露，说逼出开查某的摆带。部长早起是伫咧立法院向社会大众会实咧，强调伊会专心伫咧公务顶头，毋过伊也讲较后甜，甚至强调袂替伊后生收尾。另外，立委也伫咧关心讲，因规家伙仔伫营区翕的相片，为虾米会出现伫咧媒体咧？那首先我对各位感到很抱歉就是儿子的事情造成大家那么多纷扰。近日伫国安局后生互人野出讨回带，严重影响国军形象。国防部长邱国正测伊第一摆公开出来，一开喙就先向社会大众回实咧，讲到这代志已经立案调查。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向蔡总统请辞，暗过被遗留。邱国正强调，伫公务方面未分心，暗过讲到后生邱国正目可红，情绪后甜。他点了火，他一定要承受。但我跟各位报告。家人也会做他的支柱，也毕竟他是我的孩子，这我们要承担。伊强调，亲人会作为后生支条，不过立委也关心，邱国正伫营区的全家福的相片，牵涉国安是安怎被流出去？国军治安保防是不是出现漏洞？当然那天我也疏忽到因为家人那个孩子刚生没多久，大家看一看。怎么样拍，怎么样流出去，这也是在这个立案调查当中的一环。另外，曾总统也强调，初二要甲萧炳琴去国防部，国防部比较兵马带交接政权的方式，向罗清德进行机密干部。邱国正表示，会针对国军目前状况，甲未来规划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其他日拢有加接见。赖清德也当面邀请罗森伯格参加5自控的就职典礼。罗森伯格是讲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强调中华和平稳定和台海维持现状，对台美是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呢，前总统马英九今仔带团访问中国，有风声讲车杯会和习近平见面。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See you too. How are you? I'm fine. I'm good. I'm great. 蔡总统接见 AIT 主席罗森伯格，亲像老朋友互动。以3个月来第2摆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也亲身接见，佮邀请参加5日空就职典礼。只是5日空进前，伊访迄访问台湾引起关注，佮被解读来台整合新政府两岸外交方向。罗森伯格是表示，两岸和平稳定甲维持现状对台美有利。从1月13号选举到今天，那么在两岸的情势上面也有几件事情发生。那么诺拉主席能够来到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And of 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is a key shared priority enabled by Taiwan's ongoing responsible and pragmatic actions in the region and on the world stage. And we welcome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另外，前总统马英九甲青年学生去中国访问，广东陕西甲北京11天的参访交流。风声册别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氏聚会，不过马英九行前讲话，拢无讲这定调是和平友谊之路，要减少两岸对立甲比战。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马英九甲深圳保安机场由国台办副主任潘宪章接机，维持甲去年同款规格，会参访大疆无人机公司天云总部，暗时甲国台办主任商讨会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自动贩卖机是愈来愈多元，不过昨有一个查甫人落钱了后，饮料雪卡伫内面无落落来，伊手就想要甲存入去帮看卖，想袂到却去互这防止偷摕铁片夹着伤，夹一个手拢揪袂出来。
几啊名消防队员接到救援通报，赶到一间工厂，看到外籍渔工正手卡伫贩卖机的洞口内无度震动。消防人员评估患者状况及机器构造后，顺利使用破坏器具及将其手指脱困，并由救护人员后送板桥亚东医院急诊。中会案发地点伫新北市土城贩卖机有破坏分野，原来29岁查甫人3月31透早2点外，半暝喙焦买饮料啉，也毋过录音到了后，饮料无落落来。已经着急为贩卖机的洞口伸手向顶面握，饮料无握到手指头颠倒去卡掉的，安怎扭拢扭袂出来，好佳在上医无大概。会踹两脚，或者是摇看看到底会不会下来，有所可能性都会试看看啊。找工作人员，到锤坏了，到算我的。换做其他民众，万一落钱啊商品无落来，每一个人做法拢无共，无论是用手对出骹踢，业者拢无建议，甚至伫机器内往顶面握，更较有可能互风到铁片夹掉的，也是挂着伤。很容易受伤的是在铁片，因为它里面有挡板。它挡板有一些是换塑胶，有一些是铁片，那铁片就很容易去刮伤。自动贩卖机这块市场，包括超商等企业，小连锁进军抢占，推出的品项也愈来愈多元。不过为传统型高地飞行，只要机台出问题，业者表示唔通家己动手解决，卡客户电话才是上好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昨呢，这天气是真歹，亲像北部地区就亲像做风台地共款。啊，若讲到金门呢，这几天拢大忙，天顶海面的交通是大拍夹，造成2700多名旅客留伫咧金门。大部分的民众是去到金门陪梦，煞跋倒转来到台湾。今仔日天气有变较好寡，民航局除了协调航空业者加开这加班机以外，也启动军机斗载。另外，立委也协调相关单位，由这个避湾船分8轮，这2天也会来斗载。柜台前人踢踢甜，旅客早大包小包行李，按过敢会当伫候机室里等待，唔知是唔是会当坐到飞转来台湾的班机，有人挡袂掉伫西圣地。能见度这么好，停机坪一台飞机都没有，这么多人在那边等我问你，在等什么？等午餐？等晚餐吗？金门31因为大高雾的影响，连见度无好，海空交通大乱。上个机场敢若31，敢若92班，取消31个航班，使得大阵旅客滞留，有人搁被逼伫机场过暝。初一真无简单，天气变较好天，大阵后补名单，人阵真济，根本都无法度消化。你本来是安排我们昨天的人先走，怎么要排到今天的后面，还要每一班只有2个？台北松山机场透早嘛，全部拢是准备去金门的民众抢排后补，无少拢是提早要扫墓，所以因为安尼拍乱行程。看民怨这么多，民航局甲立委陈玉珍嘛赶紧协调航空业者加开航班加军机来疏运。另外，原来启动金门海运闭湾的美计划。我们也协调港务局今天有那个船的部分来做协议哦。那一班船大概有500多人啊。今天就加开2架次4个航班的这个台北往金门的军机，然后高雄往金门是1个架次。航港局表示，会由避湾船分8船伫初一到初二2天，到一航处执行疏运。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初二也是有可能大高雾，若是有需要的民众会当去金门航空站的柜台登记。到台湾了后，原来会安排接驳车转坐高铁转厝。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气象署早起去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气象署表示，讲台湾过去这100年来温度增加1.5度，落雨的这个日仔也减少，不过这总雨量却是无差介多。这就表示讲，在短时间内落大雨的几率也增加，会加强这预警系统送感信出去，民众收到感信了后，这应变能力也就需要演练。中港和河台南客家乡庙伫31暗时办的联欢会现场如苍苍，民众讲迄时阵亲像咧靠风台。我当了雷公死啦！我这来咧，就雨足大个咧，砰砰叫，风也大咧。安尼那食饭有受到什么影响无？食饭都很收手的啊。倒无飞，但是倒阮话拢无去怎阮怎，搁连后雨落了，阮嘛是搁来食。停了那个。继续，因为阮无留奖品，阮要搁继续留奖品啦。
过去24点钟，全台落雨上侪所在都伫台南市北门。气象署分析，锋面影响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车子对转好。针对顺期要到位，7月1起，气象署也到立法院进行灾防预警专案报告，推估未来天气整体出现冬天变短、热天变长、极端高温发生频率增加，极端落雨强度甲频率也拢增加。防灾的角度来讲，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一定要到民众他能够做反应，很多是要透过演练的方式，或者是还有一些救难的措施来加强整个的合作。面对立法质疑，不过大部分民众依然无建立防灾意识，极端天气之后风险依然真悬。气象署表示，未来加强甲地方合作肯定。专家认为，因应极端天气，美国已经要将大风台分级，各有关等级提醒，台湾应该要有应对。飓风，他们美国分为5级，他们最近要研议多一级6级飓风。那台湾来说的话，就是只有3种。那我也建议说，未来应该可以讨论说，是不是再把台风的等级分得比较细一点点。专家认为，暖化会让未来风台数量减少，不过强度偏强。未来清台风台有可能是强台以上等级。防灾最后一里路就是在有形系统启动了后，民众应变能力，增加防灾教育甲民众沟通会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美地区，初八有机会看到天狗食日，也就是咱讲的日全食。其中这尼加拉水墙呢，获国家地理杂志评论组上介好的观赏地点。真侪民众拢提早入去迄个所在占位，要来欣赏到这日全食。当地政府也随宣布，即日紧急状态，到时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去遐观光。北美洲4月7日有机会看日全食，会飞南太平洋顶端开始向北，早起10点左右经过墨西哥西部沿岸，为美国德州、切加缅因州、加拿大安大略甲魁北克省等地部分地区，用在下晡时间看到天狗食日。伫美加交界尼加拉瓜水墙是这一摆天狗食日上好观赏地点，已经真侪游客来遮，旅游甲餐饮业者拢准备好啊。当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强人流管制。make sure that what people needed on a regular basis, our beverages, snacks, all these things, water bottles should be prepared. We're preparing for up to 1 million people visiting our city at the same time, which would be a record crowd. 天狗食日是月球将日头完全食掉咧。美国顶一摆是2017年，加拿大是搁较早1979年。这一摆天狗食日会继续3到4分钟。这个北美民众早就准备好观测工具，上新技术，搁将光线转换做片仔甲单风管的声音，好市场人士会听到日全食的过程。In 2017, I just distinctly remember feeling really left out. Even though we can't see something, it doesn't mean that we can't experience something. 天狗食日每18个月就发生一摆，虽然是每一个所在拢能看到，比如美国地区，一摆要等到2044年。对这一世人无得靠今年看到一摆天文现象，民众拢真小讲。公司新闻永远平息。讲到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这2个国家，对3月31开始加入欧洲的先进区，未来这2个国家航空和海运旅行就无需要边境检查咯。那准是要赛车经过同款，也是爱检查。咁要放零这部分呢，是延后到今年才要来讨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奥托佩尼机场，30个小出欢迎来到新京区几个大里。这座机场是新京航班上大的中心，有一寡新建范围，但是为着这个时刻设计建造的。Aș putea să spun că am economisit în jur de 20 de minute și chiar mai mult. 罗马尼亚加入新京区了后，有4个海港加17个机场适用。另外一个保加利亚，同款也是经过几啊年的协商，以后能够往来新京区的航空加海运旅行，无需要边境检查，也毋过陆路游玩有限制，因为烦恼非法移民问题。所以奥地利2022年底否决这2个国家列入新京区。This is a really historic moment for Bulgaria. 去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甲奥地利3个大城政治协定，同意新京区要延伸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空中甲海上边界、陆地边界的开放问题，是延到今年讨论。也毋过会当伫海空两路先解除管制，已经是重要的开通。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加入了后，新京区成员国都有29个。新京区1985年成立，有10亿外人，伫无内部边境管制情况之下自由旅行。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
咱拢知影讲，这投资一定有风险，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元大台湾价值股息 ETF 0094块，今仔日以净值价9.92块挂牌上市，今仔日盘中上悬有到9.94块，不过最后收伫咧9.76块，有133万张外的这个成交量。金管会目前抑佫伫咧观察，强调会尊重这市场的机制。真受外界注意的元大台湾价值股息 ETF 测一，以净值价9块92正式挂牌上市。虽然一开盘出现小红的局势，相关来讲9块94，也毋过随之震动行步啊，上价捌报到9块795，爆破10块新高价，以9块796促收盘1.6，有133.97万张的成交量，登上交易王宝座。主要就是股息啦，对，那我觉得一开始有卖压，应该大家会恐慌吧。本来就是像这种基金类或者是期货股票，本来就是有涨有跌嘛，那就是我觉得静观其变。0094空是第3月11展开募集，短5天就募集1752亿，从史上台股 ETF 募集规模上大纪录，到3月29为止，人数达到70.8万人。根据元大投信公布的50档成分股中，前10大依次是中央持股占比 9.32%上最，过来就是新昌、联电、中美晶、普实、联发科、日月光等。只是这前10大成分股早盘拢定系走盘的局势，其中日月光半幅上档有超过5%。原本市场上一些要搭 ETF 轿的投资人，也老早就已经上车了，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一些 ETF 的高股息成分股欠缺买盘的这个支撑，所以变成挂牌之后呢 ，ETF 会有净值这个下滑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就尊重市场机制吧，我们希望行销上面就是要让投资人确实了解。通路上也要做好 KYC， 交易所这边会对整个市场、整个在风险管理上机制的演绎。分析师认为，高股息 ETF 诉求是长期投保了后，有一个稳定的股息。那台股行情袂歹，这个高股息公司股价也得大盘指数起，才有赚价差、赚股息的机会产生。另外，台股早盘以小起25点开出了后，盘中板大起超过90点，相关来到20387点。可惜随着台积电反乌行价拖累大盘在咧跳水，尾下盘72点收伫20222点，成交金价3584亿。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定出今年1200万名外籍游客来台湾的目标。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就证实讲，因为中国无要开放因的游客来台湾，目标会搁再修正。今年希望上报有1000万个外国游客来台湾观光。观光署长周英辉进行估算，自2014年原本有200万到250万大陆客来台湾，不过因为中国迟迟无开放，估算全年来台湾旅客可能会减少，落在950万人左右。离去年定的1200万人有一段落差。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中国对团体旅客或者是自由行的旅客，无要让旅客来台湾态度比预期更加坚定，所以全年目标会修正做1000万人，至少要恢复到1000万，这样的一个水准。本来对于两岸交流还有这个一些期待啊，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曙光。旅游业者回顾，2019年疫情进前，中国来台湾旅客占外籍旅客3成。另外，过去常常来台湾的日本客，也因为机票大落，降低出国的意愿，来台湾人数也对咧减少。面对两大客源市场流失，观光署爱国有更较好的作为。如何就是在东南亚以及欧美还有日韩的部分呢，来补充签证的宽松，转机旅客或者是用一些相关的宣传。观光学者分析，检视今年1月来台湾旅客，韩国1个月11万人上济，衰去是日本、香港、美国，第5名是菲律宾1个月要3万多人来台湾。其中韩国旅客大部分是少年人，菲律宾是家族旅游上济。建议应对这附近区域提供精准的行销，更加强来台湾的意愿。比如说韩国，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台湾的节庆活动、文创产业等等，他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目前他的客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所以这个族群大概就要投他们的喜好来去做
做操作。学者明确表示，疫情了后，全亚洲都推出优惠来抢观光客。想要抢人，爱针对目标旅客爱好。另外，除了追求来台观光人数以外，爱提悬观光产值、旅游满意度、加重效率，这是永续发展观光市场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继续来看这文化部逐年拢会推出适合各中国小学生看的这个册单，互学校或者是图书馆来做参考。今年也特别鼓励以各族群语言出版品来参与评选。但是这5年的册单来甲看推荐的这台语册不到20本，量犹原是真少的。前卫出版社主编郑清凤就指出讲，事实上这出版界毋但经费真有限，而且佫欠这台语的编辑人才。伊建议政府应该爱提供资源帮助出版业，做佫较侪台语的出版品，互母语家庭有通好选择，这消费市场才有法度建立起来。这学校为着要鼓励学生读册，拢有推出阅读奖励、阅读课等等。文化部当年嘛拢会推出适合各中小学生的册单，互学校图书馆参考采买。自去年开始，特别鼓励出版单位以各族群语言的出版品来参与评选。像新北市的安溪国小为着要推出正经式的母语学习，今年咧买本土语言出版品的经费要增加到4成，伊嘛希望文化部的册单愈丰富愈好。我在挑书的时候，一定会看这个适不适合学生。那我们低、中、高年级，它不同的年段有不同的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的能力，必须去符合。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书籍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个书籍小朋友看了能不能理解，或是说我们今天他能不能从这里面学到东西。点开文化部这5年来的中小学选读册单，推荐的台语册才20多本，量也阁真少。前卫出版社主编郑清凤指出，根据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台湾当年有4、5万种的出版品，不过本土语言的出版品恐惊是连1%都无。更较免讲台语出版品有偌济，伊认为这毋那是政府推广的补助资源无够，有在调做台语出版品的编辑人才嘛无够。一个编剧，你可能一档上无做6、7本就真够啊，对，所以你要怎把这个量先冲出来，国家会当看以什么款的角度，互出版社一寡补助，或是讲人才训练方面的协助。我相信这对以后咱的规个所有的国家语言的出版，其实拢有真有帮助。由文化部举办的中小学徒步选举，今年自3月29开始，开放出版单位报名评选。郑清凤建议政府要有补助鼓励出版社做台语文作品，让台语家庭有更较侪选择，规个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出版社才会更较愿意培训台文的编辑人才，做出更较好的作品。记者卢尚如、郑春游台北新北报道。即马和台语相关的戏剧是愈来愈多，不过这台语演员较歹找。就剧场最近在咧举办这台文演员的工作坊，希望培训演员学台文、讲台语和表演，帮助这个人呢争取到更较侪表演的机会。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做一个台湾人，是安怎袂使家己管理家己？是安怎袂当做家己的主人？盐水大饭店公司台语台第一出时代剧，自3月开播了后，人气甚至要冲到 Netflix 第2名。而且最近台语剧不止啊多，亲像有讲歌戏班故事的勇气家族。这台上救起你啦！毛以1950年代台湾企业家林丁和日本人做生意谈判背景的伤痕。而做过《通灵少女》电视编剧的林炳焕指出，市场对台语演员的需求增加，但是缺欠学台语的环境，所以因办一个台文演员工作坊，要帮助学员学台语文，嘛通感受到台语的趣味。希望讲，就为这个工作坊，为阮做这台语戏出开始，就互大家感觉到，这台语戏出毋是拢是做互这年岁较大的人看的。互因演的是每一个年岁的人，就是播这台语戏出，看台语戏出，拢会感觉足趣味的。台语戏出愈来愈多，网络顶嘛有观众会讨论台语开口发音等等。伫工作坊做台语指导黄旭成，家己本身嘛是剧场的演员，伊表示其实演出要爱有台语开，无论是编剧、演员等等，拢爱有台语的思考。编剧也必开始，一直到上尾伫舞台顶，还是讲伫镜头面头前去演出。一条线呢，其实拢每一个过程拢非常的重要，就是本地就是爱用这个语言去思考，写出来物件才有迄个开台语开
台语的理路。协助规划工作坊课程的黄旭成表示，因为针对台语的听讲读写来开课，自4月29开始到5月底有一系列的课程，希望会当帮助到演员和对台语表演有兴趣的人，做阵拍拼，让台语戏出的品质越来越好。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对这个拜五暗时就要起驾咯，行高工8暝，按算初六暗时会到中华的民生地下道。为了避免这发生抢救的冲突，中华警方表示会派出3000个警察来维持治安，若今仔日也先进行演练。妈祖乱桥特别到啊，两阵人随一个来互相呛声，冲突了随发生，警方也强制介入。警方甲两阵人加开所卡鸟啊，不管警察的作为，冲起来想要攻击警察。警方甲查甫人压伫咧涂骹，随后教官赶到现场调度队形部署，避免双方人马搁再接触引起冲突，完全是唔敢大意。中华警方初一早起进行这场演练，就是为着初5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做准备。假如有不服指挥的话，有聚众要抢轿或报警斗殴的部分，我们会依规定来逮捕。这个月初5，大甲妈祖就要起驾，按算初6会到中华，暗时经过抢救一点民生地下道，也因为2022年通促党总裁张安乐有派人和警方发生严重的下体，中华警方去年成立机动应变队，由镇南宫董事长甘清飘亲手呼救，才互乱桥平安通过。今年成立特殊任务小组，佮加入各分局的教官，全力要来防止暴力事件。经常在执行这个大甲妈祖绕境的勤务，那也比较了解这个冲突发生的这些群众，他们的一些行为啊，然后他的一些态样。警方只要不能够掌控得宜，不要让它产生流血事件发生，那警察的责任就够了。警方表示，今年除了韩国强庙签署公约以外，也伫咧5大冲突热点部署超过3000名警察，特别是这届绕境当着清明连假，按算人会搁较济，警方也会尽全力维持治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是愈来愈重视用路人的安全，市政府最近取消人行道顶头的奥多拜车架，改做是这机车弯来代替。按算今年会新增加2000个奥多拜车架，奥多拜唔免搁再骑去人行道，改停伫咧机车弯，安尼确实会较安全。高雄大顺3路人行道规排拢是机车车架，除了民众当咧行路，阁有机车位边仔经过，实在真危险。行路民众表示，伊平常时嘛会骑奥多拜，知影机车架设伫人行道，大家为着要停车，只好骑伫顶悬。我嘛有咧骑机车，嘛是定定爱骑伫咧人行道顶悬。确实嘛是对行人较歹势，因为我家己嘛是有咧行路的时阵。机车会认为说人行道，因为他们要停车方便，就是因为机车格在人行道上，所以他们就会骑上来。等到看到中山路遮，民众行伫人行道，路边车架是为这款机车弯互奥多拜停。佮市府这几天陆续伫上款、便宜、学校人较侪所在取消人行道的机车位，拢改做机车弯。民众认为机车弯的设置是较安全。路看起来较大条，然后视野的话也比较好，嘛较好。然后骑奥多拜的时阵，它的安全嘛较悬。目前高雄部分的路段也是会当看到人行道顶悬为机车停车架。交通局表示，去年路边奥多拜车位有104000多位，今年按算阁会增加2000位。未来的评估会尽量以机车弯的方式来设，嘛会考虑到汽车驾驶的权益。部分阮拢会来检讨规条路的这个汽车架甲机车架嘅平衡，大部分尽量莫去影响到咱这路边汽车本来迄个使用的权利。交通局表示，今年新增加2000位奥多拜车位会设伫凤山、三明甲左营区，希望赶紧把机车车架退出人行步道，以后用路人安全舒适的空间。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因为若是冬季，阁有这元宵放蜂仔炮的时阵，台南咸水观光美食城游客拢是甜甜。即马这咸水的观光美食城，敢若剩一寡老店，差不多7成拢是空单，其他大头的生意也拢平应过减少一半。在地就希望讲，这政府会当甲因重新规划，甲这市场活化起来。
面沙好加一寡咸淡辣辣的，一碗香港讲的咸水意面就煮好势啊！这是咸水卖超过1架子的面单，正正生理逐工拢真加野。不过这阵实际来食的人，敢若1、2道尔，连隔壁台的生理嘛共款歹。无疑我伫咧咸水观光美食城内底有7成空单无咧卖。店家讲，主要因为无人客来，佮加上因认为市场设计无理想，生理上无平稳过，减一半。其他就是因为生意无介好，所以一搭拢一直都无做这店面啊。年纪渐渐大了，啊，就讲诶，加减啊卖啦，哦，啊，大家刚好有工课通去做啊。啊，我们就是尽力想讲，抱着有点年纪了，过得去就好。市府是104年才起这栋咸水观光美食城，单位计共有29担，拄开幕的是满担，9担剩12担咧营业。有店家认为，这几档民众的消费形态有改变，较少少年人会选择来市场买物件。在大环境之下，市场曙光，地方除了会当开发特色景点，各单位嘛通互相合作，才当城人来遮行搭。伊即摆年轻的是我用行动餐车，我行到地袂到地。你就是爱去受教，爱去顾你的口碑，啊，互客人食了会合，以后家会倒想要来找咱。商圈甲迄个也做点心城的自治会，大家是毋是会当来做一个合作？看大家会当加强沟通，看会当提出一个达到一个共识。平常去美食城零零清清无游客，地方望政府会当重新规划，就更较侪店家活化地方商圈。市场所指出，因未来会使促销活动，卖媒合地方商圈参市场合作，拓展商机，促进观光。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林业署要提醒民众，这清明备忘若总有烧香点火，就要注意，唔通引起火灾。水利署也讲，今年春雨有较少，目前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水情灯号是青灯，这也代表讲就要加强这水源的调度。目前估计清明过后，因为这西北雨也讲黄山啊雨会当改善这欠水的情形。因为山坡地冲到天顶，这是2021年4月伫南投溪里乡发生的森林大火。平常时咧做森林保育、巡逻、防灾工作的森林管护员高仲凯也爱参与拍火，因为大火真我市区，伊想去过程也是感觉真紧张。鱼池大火这个，我觉得它比较。难救的点是在于它的保全对象比较多，包含学生，包含一些乡民，那甚至是包含我刚刚讲的电塔的部分。林业署办展览用活动装置宣导预防森林火灾。林业署统计，台湾森林火灾97%是人为造成，若个拄着可花，火就愈恶拍花。林业署讲，清明进前天气打扫，并将备忘可能会用到火，为了避免墓仔埔附近着火烧，林业署今年也会用细胞干线来提醒民众。预估说这个哪些地方呢？就是长期干旱，那是一个森林火灾的高风险地区，筛防细胞的那个告警简讯那让民众知道说，你已经进入到一个森林火灾高风险的地区，那特别要注意不要去用火。另外，水利署也表示，今年北部地区春雨较少一丝啦。目前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水情灯号是要加强水源调度的青灯。加在前几天因为雨面通过，台湾各地头有向上大雨，状况有小可改善。北部的水库像石门水库、翡翠水库、到宝山水库。这几粒水库水量拢有减少。咱3月28到今仔日会在7点落的这盘雨，总共有1908万吨的这水流入咱的水库。水利署讲，这几年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水情较歹按算。估计清明过后，因为西北雨、黄山雨欠水的状况通转好。不过，市郊电都要注意极端气候，雨水敢会落收熊伤过细。水利署表示，已经有通知各地因应做好监测加设备的检查，避免短时间内会将巡河做大水。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红野保护协会和台东县野鸟学会最近伫咧台东治本湿地的调查，才发现讲今年啼鸡数量只有观察到115只，比去年196只减少81只。初步认为讲，真有可能是去年治本湿地大火烧，环境受到破坏。即嘛是啼鸡繁殖的时期，
日本南地会当看到涉水真野港的鸟仔出来行踏。3月31日，红野台东分会甲台东县野鸟学会伫日本南地做体格调查，结果今年敢若观察到115只，数量敢若比2018年深头去调查较悬。不过，却是这5年来上少的一届。保育团体研判，去年调查日本南地体格了后，就发生大火，生态地受到破坏，要袂复复原。相对于以往少了非常多，那推测可能是因为资本湿地有发生过火灾，造成这个栖息地环境有变动。红野台东分会嘛观察到日本南地水源减少，造成体格食食的来源嘛减少，体格可能迁徙去别个所在。目前已经甲县府协调，将伫灌溉水尾水流的方向，互南地生物会当提供野鸟充足的食物来源。是把那个排水道修正为往保安林的地方，而不是本来设计的，就是从湿地的核心区穿越哈，那样子会对湿地的影响很大。另外，日本南地环境长期拢去用氮废弃物，伫草坡仔内底会当看到建筑，还有家用的废弃物。红野保护协会呼吁，日本南地是国际鸟鸣公认重要野鸟类的栖地之一，应该珍惜甲保护这各种的野鸟。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治这外来种的青皮杜丁危害农作物，嘉义县政府甲嘉义大学培训专门的人员来掠。这3年已经掠到13000多只鹿。嘉义县农业处也讲，最近发现讲这个基德布地地区也出现着青皮杜丁啊，因为培训更较侪人来对付这个外来种。那人摕到家私伫树篮仔内底找树仔顶头的青皮杜丁，嘉义县政府甲嘉义大学办理掠青杜丁的训练课程。马带校员来树拿实习，不能让一般民众捕抓，然后所以要训练合格来去捕抓，然后要去尊重这个生命这样子。咧行车个啦，啊落行车个时间若无用刷咧无，啊落有迄个时阵啊，会使来斗掠绿鬣蜥啊。嘉义大学讲，培训这3档以来，已经大约有掠到13000只的青皮杜丁。有发现即马掠到的杜丁，体格拢较细只，防治已经产生效果。猎王大队成立加入的第1年，我们总数大概就移除了3000多只，然后接下来隔年是5000多只，那去年是6000多只。移除的数量增加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嘉义县某一些地区的族群数量、族群密度有在往下的这个趋势。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北中溪下游的义德布地嘛有接到出现青皮杜丁的通报，未来会扩大移除范围，嘛呼吁民众唔通家己去掠，会犯着野生动物保育法，民众会当通报，互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3月31日是基督教的国庆节，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顶个月宣布调监了后，头一届公开参加礼拜和民众互动。也若讲到这教宗本这个伊的这个国庆节文告内容，肯定的和平基地，呼吁加设停火，也有一个赶紧放出人质，甚至是俄乌战争交换战术。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31去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参加国庆节礼拜，这是查尔斯3世2月宣布第6监证以来，上互人注意的一届公开活动，看起来精神气势袂歹。离开之前，甲伫教堂外听候真久的民众亲切问好，不过同款第6监证的凯特王妃甲翁婿威廉王子拢无出来。健康问题同款互人关心，前一届取消活动的教宗方济各也度过一个真无用的国庆节，伊伫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对3万外教友发表国庆节的文告，主题是国际的战争苦难，呼吁加沙停战，释放人质。俄乌换战犯也谴责各种人口犯啊，嘛关心气候变迁甲健康保育问题。Cristo risorto apra una via di speranza alle persone che in altre parti del mondo patiscono violenze, conflitti, insicurezza alimentare, come pure gli effetti dei cambiamenti climatici. 受战争影响的加沙走廊教堂变作真侪无厝通大民众的庇护所。国庆节即天，基督教徒敢若举行简单的礼拜仪式，祈祷和平早一日降临。伫比利时安特卫普有一场甲穆斯林斋戒月期间日落了后头一顿开斋饭甲基督教国庆节做伙举行的庆祝活动。
民众伫一块有2公里长的饭岛顶做伙共享暗顿，互相交流，拢总有70人登记参加，创下新纪录。主办单位希望借着这个活动，促进文化甲宗教的多样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3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在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